过年时啊，真侪人拢会送礼品，即马真侪礼品拢是假包装的，即款包装盒啊，嘛有可能造成环境负担。台北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就做统计，讲过年即阵啊，纸类的本数是比平常时啊加要1倍。 贴几堆的纸板甲纸，真侪本地是送礼用的包装盒仔。台北市的内湖清洁队对年节到达，就收到真侪回收物，比平常时加要1倍。回收啊，2月份是有比较多，比1月份来讲，日平均呢，2月份日平均都差不多44公吨，1月份的平均是21公吨，的确是有比较多，增加快1倍啊。 亲像水果、家电包装贴落来本数满4格，环保署嘛表示，伫5大节庆之前，拢会请各县市加强稽查。去年检，毋过也发现，较会过度包装的，就是食品类甲化妆品。配合民众愈来愈重视环境保护，环保署嘛有意进一步研议加强修法，对礼盒包装来管制。 现在的确，我们发现市面上有一些的礼盒哈，那还有过度包装的一个情况，目前也正在研议中。不排除我们会去加严的管制，包装的一个层数，或者是它的容积比例。 早伫2005年，环保署就捌公告，对4大礼盒甲电脑光碟的包装做限制，像糕仔饼的包装数量爱3元以下，其他3种是2元以下，爱用单一包材。外包装起伫内底物件的体积，比值爱伫1以下，也就是讲外包装爱比内包装搁较少。未来敢会扩大限制？环保署表示，这个部分阁会收集多方的意见，希望废弃物减量，嘛建立民众心意到比包装搁较重要的观念。记者林雅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